为先之一家，无自欺也。如恶笑，如下好笑，错之为自欠。各官主必先其德也。小人行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。向君主之好掩然，掩其不善，而度其善。人之事己，如见其喜甘然。结合一义，此为先有中，先有末。各君主必先其德也。将主话，是不所事，是手所指，是然后。夫论惡，亦論先，先抗退判。各君主必先其義。第七章，色境先修心。所謂修心，在境之先下。心有所分別，則不知其境；有所強酷，則不知其境；有所好傲，則不知其境；有所憂患，則不知其境。心不在焉，事理不見，聽理不聞，識理不知其理，此為修心在境之先。第八章，色修先得家。所謂捨其家，在修其心下。人之其所親愛而撇緣，知其所憎惡而撇緣，知其所畏敬而撇緣，知其所愛慳而撇緣，知其所惡惰而撇緣。各合理知其惡，惡理知其理者，天下顯義。各言有之話，人莫知其主之惡，莫知其表之邪。此為心不修，不可以得其家。第九章，色得家之國。所謂之國，必先捨其家者，其家不可告，而連告人者不至。各君主不出家，而先告有國，後者所以事君也，後者所以事長也，主者所以事將也。空可話，如被赤子，心想求是，雖不定，不願意。未有合養主之好家者也。一家人，一個鄉人，一家量，一個鄉量，一人貪利，一國作亂，其機如此。此為一言分數，一人變國，堯舜率天下以仁，利民將治。直丟率天下以德，利民將治。其所令患，其所好，利民不將。是各君主有自己，如何求自人？無自己，如何非自人？所當何先不是？利人如自人者，利之有也。各必各在捨其家。詩云：土之夭夭，其業精精。其主無歸，己其家人，己其家人。之何可以告國人？詩云：義兄義弟，義兄義弟。之何可以告國人？詩云：其義不貼，正是事國。其為父祖兄弟作法，
国者，上老老伫面向后，上中中伫面向地，上失高伫面不背，是以君子有结固之道也。所恶有上，不以事下；所恶有下，不以事上；所恶有前，不以先後；所恶有後，不以從前；所惡有右，不以交有左；所惡有左，不以交有右。此即為結固之道。是云：獨知君子，民之父母；民之所好，下之；民之所惡，惡之。此即為民之父母。是云：德比南山，以色岩岩，赫赫殊韻，名古逆相。有國者，不可以不信。辟則為天下第一。是云：阮之理喪事，擳配上帝；語感有怨，寸命不移。地必將即得國，失將即失國。是國君子先信後德，有德出有仁，有仁出有土，有土出有財，有財出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財者物也。為本累末，將民事大。是故財主即民善，財善即民主。是故言背而出者，亦背而入；話背而入者，亦背而出。空可話，一名不無常，得善即失之，得善即失之矣。他書話：錯過不以為報，以善以為報；救患話，亡人不以為報，人親以為報。今世話，若有一個心，斷斷許無他心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永焉。人之有記，律己有之。人之感性，其心何之？不其欲自其口出。是令永記，以令得我子孫黎民，尚亦有理在。人之有記，莫即以惡之。人之感性，理為之必不通。是不令養，亦不令得我子孫黎民，亦或大哉！以人人放流之，並之數矣，不無當中過。此為以人人為憐愛人，憐惡人。見賢而不令故，故而不令賢，慢也。見不賢而不令退，退而不令晚，過也。惡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為弗人之性，大必大夫心。是國君子有大德，必定信矣。